我们继续呢，这个学习这个元气战。这个宗喀巴大师所造的这个元气战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元气战的一些利益，元气战的一些功德。那么现在呢，就是讲到这个论体讲到论体的时候呢，我想可能极个别的有些佛友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中观空性的，或者呢就以前没有这个闻识过一些神圣法门的人呢，听起来的时候不一定好懂因为这里面的有些术语，有些名词呢跟我们实践的一些这个术语呢不相同。再说这个中观里面的极个别的一些用法或者推理或者一些这个教理呢，就是跟我们实践的这个理念呢也有所不同这样的话呢极个别的有些人呢不一定听得懂，还有些人呢因为自己的智慧比较浅薄一讲到中观的神圣之理的时候呢，可能会打瞌睡，可能会就是觉得疲倦就心容易往外散乱，就有这种情况。不管怎么样呢，既然你这个花了这个时间就要听书这一堂课的话呢，希望大家集中精力就是聚精会神的听书听书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也用你自己的智慧来分析就宗大师塑造的这个元气战的意思，以你的智慧来讲，你怎么解释的？其他高僧大德和其他上师们是如何解释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就进行比较这个学习，就这样以后呢，应该我想这个宗大师的元气战的这个神圣意义呢，希望呢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也获得了就是部分的这种这个领会就是领会。那么我们前面在课盘当中呢，就是讲了这个应该说是讲这个元气空性呢，课盘当中要分这个一个略说和广说当中，略说就是分了3个，其中第一个前面已经讲了，今天是第2，也就是说呢，师父通达元气而决定呢能否解脱就是讲这么一个元气，就是师父通达元气而决定能否这个解脱。宋词当中这样说的：凡佛语中缘合法，编织束缚凡坚固，精通比拟诸智者，以此斩断系论王。就是讲这个我们实践的就是没有就是真的这个圣地的这种凡夫愚昧的这个众生他不管是缘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其实就变成这个编织束缚，还有呢就是编织束缚是就是反而越来越就是见识就不但不解脱，反而呢就是越来越见识。也就是说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学国宗派的这个有识宗当中的进步这个有部进步唯识宗以下的就这些行人他们呢就是如果这个以元气因来推测的时候呢他们都不承认就是万法皆空。我们昨天前面说了，如果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话呢，那么这个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自性是空性的。因为自性空的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全世界里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种这个善说。那么一切因缘生皆是这个自性空的这种道理呢，其实是佛陀的一个这个创新，也是佛陀的一个发明就是发明。实际上的任何一个学者和智者呢他们没有发现呢就是一切万法是如果是因缘生的话呢，以这个理由来就是万法皆空的道理就并没有就是发现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凡愚就是凡夫愚痴的这些众生的话呢，他们的认为
这个一切因缘生呢，就是不一定是空性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唯识宗也好，这个小乘的这个经部、优部宗的话呢，他们都认为呢，这个因缘而产生的这个法呢，就是应该是是实有的啊。比如说唯识宗就是认为从这个阿赖耶当中就是产生，阿赖耶是这个称为是它的这个自明自知的心性是实有的，从中呢就是可以产生这个万事万物的。而这个经部和优部呢，就是他认为是实有的这个。机位啊，实有的这个机位当中呢，就是可以产生就是一切万法。这样一来呢，他们认为是因缘而产生的这个法呢，不一定是空性的，他们不承认。所以说呢，他这里也讲了，如果就是没有动到缘起空性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们都是这个愚痴者。所以这个道理呢，就是在《楞严经》里面也讲了，因缘和法，凡与气妄相。就是因缘和法呢，作为这个智者，中观的信人来讲呢，就是他认为是这是一切万法皆空，就是他认为呢，就这是这个空性的。而这个外道和我们这个没有学过宗派的，还有即使学过宗派的这些这个梵语宗的话呢，他们就是起一个妄想，起妄想是什么呢？就是认为是实有的，认为是它是不空的，认为呢，就是它是应该这个实实在在存在的。这种这个观点呢，实际上是这个不合理的就不合理的。然后反过来说是，如果精通比例就精通这个因缘和合而产生的这样的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些智者们呢，他们就是从他们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因为因缘和合而生，以这个道理来能斩断就是轮回的一切这个什么呢？就是戏论网就是轮回的一切这个戏论，一切这个戏论的话呢，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在这个轮回当中永远的是不能得到这个解脱的这个一种因。所以作为智者，智者是谁呢？他这里讲的是这个中观自序派、中观阴沉派，应该说是这个中观阴沉派。还有呢，就是通达了这个无上大圆满无上这个大受益以及呢，就是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是真正就是明心这个见性，已经这个通过这个禅宗就是学开悟，就得到开悟的那些人的话呢，那么他们就是应该是以因缘而生的缘故呢，他不可能呢就是承认为是常有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缘起力就是这个缘起呢，就一切推理当中的这个推理王大家都知道是国王这个属下呢有多少个大臣军人或者是百姓的话，那全部是他的属下。而我们这个所有的就是龙蒙菩萨和月称论师，以及呢就是印藏这个汉地的中观论师们所这个运用的这些推理当中的话呢，最殊胜最好的一种这个推理呢，就是缘起理就缘起理。缘起理是怎么样推的呢？一切万法无有自性，因为是这个因缘而产生过，或者因缘而产生的话呢，就绝对是这个空性的就绝对是空性。如果是空性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法是绝对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这样的这个理论呢，就是在我们整个世界的所有理论当中呢，就是称为是这个理论之王就理论之王。因此呢，我们应该要通达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推理当中呢，就是最深层的一种推理呢就是这个缘起理。大家都知道，就是抉择人物呢，就是按照这个月称论师的这个气象推理就是用这个气象推理来进行抉择。龙蒙菩萨的观点里面就是有无相推理就无相推理来抉择。抉择法无我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破有无破四边因也可以就按照那个月称论师的这种推理，就是破四边生因。一破四边生因也好，或者是气象推理其实归根结底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缘起理当中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应该清楚的这个认识到就是一切万法，只要你通达的是这个缘起呢，就是那么所有的这个戏论，所有的是非等等，就是这些执着就全部呢就是会消亡就是所有的这些迷惘呢就是全部解开就从中呢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谁通达了这个缘起真理的话呢，在无边无际的轮回大海当中呢，就是自然就是轻易的获得解脱。谁没有通达这
这个缘起空性的道理的话呢，那么就是名称上是人们就是认为是你是智者啊，你是学者啊，你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科学家也好，或者说修行人也好，什么样的这个美好的名称呢？实际上呢，你还是在这个作诨自缚啊，就是一直呢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是无力自拔，一直呢就是沉溺在这样的这个苦海里啊，就甘肃就无量无边的这种这个折磨啊，就甘肃无量无边的折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应该要这个清楚的这个认识的是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这个缘起力啊，就缘起力懂到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这种这个道理呢，就是因人而异，就是可以这么说的。所以呢，自古以来的这个历史上啊，应该说是我们为什么说是佛陀是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道师？所有的原因呢就是说，在这么多的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智者和学者当中呢，没有一个人这个发现呢，让众生苦海当中所得到解脱的一种真理啊，就是没有得到的。我们现在人们通称的这个人类这个文明呢，文明的话呢，以前就是这样的是就是这个4个文明啊，像中国啊、印度啊、埃及啊，但其实他们的这种历史的话呢，也是应该这个人类5000年啊，就好像就什么那个埃及的话呢，公元前就是3000年的这个历史啊，然后印度呢就2500年，就中国还是2027年还是多少，就是那这样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巴比伦是吧？就是那个呢，就是现在的基本上都是就是已经没有了。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现有的这些这个文明当中的话呢就有多少个人呢？就是他开创自己的这个学说就开创自己的学说。在这个历史上呢，就是也一段时间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弘扬于世，但是呢，让真正是立得住的就这样的这个佛教文化就跟整个人类这个历史也好，人类的这种文明和这个道德呢，就是一起并行的。并且呢，就是能经得起历史的这个考验。任何历史学家呢，就是从优点上面讲呢，就佛教的这种内容呢，就全部都是可以这个圆满的。缺点的话呢，就是任何一个这个宗派呢，就是也是无法这个传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文明知识呢，我想是人类当中就是在历史上看也好，就古今中外的就是整个一切的这种学说里面呢，有没有就是大家呢，就是应该并不是以自己站在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这个看应该非常公正的这个立场来进行这个就分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想应该会发觉到就是唯一的这个佛教呢，就是在这个历史上呢，就是没有被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学说呢，就是完全就是推翻了。现在有些对佛教的这个推翻也好，佛教的有些破坏的话呢，完全是一种过往或者是一种这个权势的一种镇压，就是除此之外呢，没有一个以理论的这种或者是时间的规律相为例而这个推导的，就是这样是我们就是根本就是找不到的就根本找不到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我们应该这个想到就是这个佛教的这种内容呢，不要说是这个深义空性的这种道理就是胜过一切宗派，甚至在这个世俗当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和平观平等观还有这个大悲菩提心以及呢，就是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就是各种这种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其他的任何宗教呢，就是我想是也是这个没办法比的就没办法比的。我以前一段时间就是看那个就是道德经就是道德经里面也有跟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空性就是或者说是所谓的这个真如像诸如此类的有一些字眼，但真正以这个道教的理论来跟科学家也好，现在的这个西方哲学就平起平坐的与他就是辩论，并且呢就是进行这个对比的有没有这个把握就是我想这个很困难的
啊，就我想很困难的。不管是怎么样呢，实际上就是真正是用这个哲理来就是经得起观察的宗派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是应该是这个佛教啊。如果你们当中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任何一个学者，信佛教的不信佛教的，你如果觉得是这种说法是一种谬论，这种说法是一种荒唐，就不合理的话呢，那么可以这个面对面的我们就进行探讨，因为佛教呢。一直，尤其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和印度的这个佛教的话呢，每一个这个这个行者的话呢，在这个辩论场合当中啊，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很多年当中的话呢，就这个锻炼过这个辩论就锻炼过辩论，所以呢，就是互相就是面对面的，就是进行这个探讨啊，这是佛教就是非常这个欢迎的一件事情。因此呢，我们在这些这个问题上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解开自己的这种疑惑的就是什么这个乌云啊，就是一定要把它这个解除，一定要能显出来就是智慧的这种明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有些人呢，现在包括有些学佛的人呢，就一种迷迷糊糊的感觉啊，就是说对自己的宗派呢，就是生起信心，也好像是生不起信心，半信半疑的。然后生起邪见的话呢，就是也是迷迷糊糊的。为什么要对他生起邪见？为什么认为是自己的本事？释迦牟尼佛是实践当中者真正的这个量师傅呢，也没有产生这个定解。如果产生一些怀疑的话呢，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就一种包括有些现在知识分子的话呢，好像处于一种这个迷迷茫茫的感觉，就是一种怎么说啊，就是一种特别迷惑的这个状态当中，说对也不是，说不对也不是，就是这样的这个状态呢，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如果你真正要这个学佛的话呢，你先要明白，就是佛陀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人呢？他所留下来的这个教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是正确的话呢，并不是依靠我们的一个完全是一种这个信仰来这个接受的就是这是身处天圣战当中也是一直这个强调的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是并不是依靠一种信心，所以佛教呢就是一分为二的，就是分析，你也并不是完全就是像那个强调，就是像那个极个别的宗教所说的那样，一定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的话呢，就是排除我们的门外，就并没有这么说，然后也并没有说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怀疑，就是有了怀疑呢，就是就很好的，也并没有这么上的，在某些情况下呢，有信心就是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呢，就是有这个怀疑很重要的，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显露你的真正的这个智慧的本来面目就你要认识呢，就是你所这个皈依的对境的这个佛和佛教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些领导说是佛陀是很好的，这个佛教是很好的，三宝里面呢个别的这个僧众是不好，就是因为在各个地方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偏见的这个现象，就是他们这个也不懂什么叫这个僧众。如果是僧众都不好的话，那文殊菩萨和这个大乘僧众里面，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都是称为是圣众，就是按照宝性论的观点。所以说他们的这种说法呢，就是也是怎么说就是片面性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一定要就是知道是我们所皈依的这个对境就这一点，就很多年轻人呢，应该要用自己的智慧来进行这个观察就不用呢就是觉得是我不能观察的太细致了，不然的话呢，就是万一佛教的这个错误就是露出来的话，那就是太可惜了，太可怜了，就是一直用一种悲悯心来不敢这个借助就不需要的就是你的智慧再怎么样这个敏锐的话呢，我想是根本就是造不出只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过失就这一点呢，就是你应该这个放心好，就是不用呢就是有吝啬心。